潘总，来之前呢，我们呢简单聊了一下。我认为啊，这男女朋友之间的吵架啊，真不是个事儿，是吧？说开了也就没什么了，道个歉的事儿嘛，哪有什么非得怎么着的事儿啊？是吧？这次说把话说重了，我态度不好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。说搬走，我肯定会搬走。你们好好聊，那我先撤了啊，再见。别！你看，这个时候该聊的还得聊，别动不动的就耍性子，是吧？别赌气，尤其是这个时候。是啊，梅小姐，虽然我在谭总的公司时间不长，但是我能感受到谭总还是很在乎你的。否则今天不会叫天乐来，再叫我来。既然来都来了，大家还是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谈，把心里什么不愉快呀、委屈啊、埋怨啊都说出来，好好沟通一下嘛。对，是吧？亲爱的，我觉得我特别过分，因为工作太忙，忽略了你，没有好好把你照顾好，是我的问题。还有，你这次离开以后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觉得整个人被掏空了。我问我自己为什么，我想，是因为这个家里少了你，所以，兰妮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不会让你再失望。祝福你们，梅小姐。不生气了是吗？不生气了，咱好好点菜吃饭啊！对，那个点东西，点东西。好啊，既然你们也和好了，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我妹妹还一个人在家呢，我就先走了。用找司机送你吗？不用了，天乐。那什么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先去吧，哎呀，演那么好给谁看呢？你用这么激动吗？人家两个没好多久，你想插也插不进去啊。天乐不会接受你，不合时宜的真挚过了头呢，你会被人活生生的给抛弃掉。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相信爱情的人，最后都没什么好下场。他们真幸福啊！虽然有矛盾、有争吵，但是最终还是原谅彼此了。想起我之前的感情，真是挺羡慕他们的。希望我也能像他们一样幸福。蕾蕾，来，我们喝一杯。来，张总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是喝不动了，我缓一缓。我先干为敬啊。张总，小雅，你看，你不喝，不给我面子啊。好，我喝。来。慢点。哎呀，真是个好女孩。哎，潘总，你这有眼光啊。陪我跳支舞怎么样？啊？张总，我太晕了，我实在是跳不动了。我别给我跳。咱们再喝一杯，好不好？来。我真的是喝不动了。哎呀，今天开心。来，小雅，给我个面子啊！来，再喝一杯。
哎，咱们真的。张总，我喝不了了，我去吐一下。哎，出来，出来！谭总，今天晚上小冉跟我走怎么样？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谭总开玩笑的嘛，我这点意思你还不明白？张总喝多了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你要是让小冉晚上跟我走的话，这合同的事情，我现在就能拍板，怎么样？喂，进包房接下人。我先让依然去车上等你，咱们再具体谈一下合同的事儿，然后让司机送你们两个回酒店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我现在就能把这合同给签了。谭总。我不吃早餐了，我上班去了，怕迟到。别呀，哎，做都做好了，吃一口，5分钟的事儿。好吧。过来，过来。昨天因为什么呀？喝那么多酒？要陪几个客户。陪什么客户还得喝酒？待会儿我给少爷打一电话，以后这种事儿别去了啊。不用了，也就这一次，下次我就不去了。真不喝了，要不然迟到了。今天起晚了，走了啊。哎，那就喝这么一口啊？没找你，干嘛？有事儿和你商量。跟我商量？不会又是挖一火坑让我往下跳吧？你很不喜欢依然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呀？我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儿，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儿，或许是你心里边一直想做的。啊，你是让我帮你猜猜依然和天乐呀？你说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人家两个挺好的，我们作为好朋友应该祝福他们。你是不是对依然有什么误会啊？没有任何误会。作为天乐的朋友，我跟你都一样，希望天乐好，不希望他被人欺骗。而我对依然这个女人的第一感觉就是，她接近天乐一定有目的。我需要的，就是你帮我这位最好的兄弟，看清事实真相，了解这个女人的真实面目。据我观察呢，你和依然生日会那天，应该不是第一次见吧？梅安妮，你跑题了。我刚刚说的是依然跟天乐，依然接近天乐，无外乎就是想接近他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已。那他想要什么生活呀？
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不很简单吗？跟很多女孩子想要的生活一样啊，花不完的钞票，买不完的美丽衣服，还有听不腻的赞美。那他就更没有理由找天乐了呀，天乐也满足不了他。以依然现在的位置，他只能找天乐，而且把天乐榨干之后，他会站在天乐的肩膀上，去完成他下一步的计划。依然这样的女人不可能做无用功，不可能去结交他认为用不到的朋友。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啊。每次跟他交手，他都不动怒，说什么好像都激怒不了他，就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想什么。好像是一把剑刺在那个海绵上，软塌塌的又弹回来。你说他是不是曾经受过什么伤，还是童年有什么阴影？他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，是不是有阴影，我不清楚。我只是觉得，以你现在的脾气跟秉性，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那你自己干嘛不去跟天乐说呀？而且我凭什么帮你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跟你有共同点，我们都是天乐的朋友，我们希望天乐好，不希望他被欺骗、被人利用。而且这件事呢，只能由你来做，我的身份不太适宜出现。第二，我给你加了一个附加条件，这个律师函里面的合同有你父亲的亲笔签名，其中涉及到一些经济问题，数额虽然不是很大，我也让对方停了一停。而由我们公司代为解决的话呢，事情就不会很大。如果是走司法程序，你会很麻烦。我爸是清白的。你怎么总是这么天真跟幼稚呢？你父亲欠了很多钱，不光欠我们一家，而且我现在只是给你提一个醒，你以后用钱的地方很多，现在暂且没问题，不代表永远没有问题。所以，只要你这一次帮我，以后你的财政问题，我们可以再商量。我们没有财政问题，我爸是被陷害的呀。你爸爸是不是被陷害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林天乐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会帮我的好朋友，而你也要帮我的好朋友。做这件事对你没有任何损失。如果你不相信我，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可以想一想，依然为什么要去接近天乐？